把柴刀，手脚并用，硬直的竹竿在戴阿鲁手上变得乖乖听话。削竹子就像削甘蔗一样容易。这个机器一下去就裂掉了。竹制家具不比木料，每根粗细不一，裁切全得靠手工。难度最高的转弯处要挖多少，凭老经验就知道。要挖多少啊？就是你们读书人就会算，我就不会算，我是用量的。敲敲打打，整张竹椅一体成型，没用上一根铁钉。其中最老的一张，颜色透着温润，还留着对母亲的孝心。这张多久了20几年有了。20几年。你最初做给谁做的？做给我妈妈。家中整套家具，太师椅、躺椅全是竹子做成，触感凉爽，环保又健康。当年为了糊口所学的手艺，意外的让戴师傅成了桃园杨梅的镇宝。转眼已是一甲子。做多少年了？客家话怎么说？做几多年了？做几多年了？是吧？做多少年了？对不对？你做多少年？做60年。60年了。难舍对竹子的感情，戴师傅虽然嘴里嚷嚷着要退休，一双布满皱纹的手却没有停下过。做几多年嘞？做几多年嘞？